同微雨一齊看世間，大家好。1890年至1891年間，俄羅斯帝國皇室派遣王儲東遊歷練，經意大利、埃及、印度、錫蘭、暹羅、新加坡、爪哇。1891年4月，終於嚟到中國。同王子隨行嘅係30幾位皇室貴族，其中包括內戚希臘王子。佢哋一行到達武漢嘅時候，晚清4大名臣之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為盡地主之誼，前往浔陽南上拜會。陪同前往嘅係辜鴻銘。年輕氣盛嘅王儲向張之洞詢問兩位隨員嘅官職，辜鴻銘用流利嘅法語回答佢，王儲頗為驚訝。2日之後，張之洞設宴款待王儲，席間王儲用俄語同希臘世子交談，話俾佢聽晚上仲另有宴會，應該節約飲食。辜鴻銘聽咗之後，亦都用俄語對王儲話：呢一餐非常健康，不妨多吃一點。王儲聽咗之後，臉上嘅傲氣頓時消失。飯後，希臘世子睇到張之洞聞鼻煙，唔知係乜嘢，就低聲用希臘語問王儲。辜鴻銘聽到就同張之洞喺耳仔邊講咗幾句，攞過佢手中嘅鼻煙壺遞咗俾希臘世子睇。王儲同世子見辜鴻銘精通法俄希臘數國語言，既佩服又驚訝。臨別嘅時候，王儲將隨身攜帶嘅一隻雙鑽金錶送俾辜鴻銘作紀念。後來王儲到咗上海，逢人就話喺海上見張總督，有辜先生精通各國語言自博，各國無此異才也。呢一個令俄國王儲驚嘆嘅異才辜鴻銘，就係我哋今日故事嘅主角。辜鴻銘喺中國一度被當作係漫畫式嘲笑嘅人物，被主流文人嘲諷，但係喺西方，佢被稱為東方聖哲。佢翻譯嘅儒學經典成為西方大學嘅教材。嗰啲嘲諷佢嘅人不得不承認，辜鴻銘喺活着嘅時候就係一個傳奇。1857年，辜鴻銘出生喺英屬殖民地南洋馬來半島嘅檳榔嶼，母親係葡萄牙同馬來人混血，因此佢長得白皮膚高鼻梁，十分英俊，而且從小就聰穎過人。辜家祖籍福建泉州，曾祖辜禮歡係富有嘅種植家，曾任檳島地方政府首腦。祖父辜龍慈公職於檳島英政府機關。父親辜子雲對政治不感興趣，喺英國商人布朗嘅橡膠園裏面擔任總管，能夠講得一口流利閩南語，亦通曉英語同馬來語。母親係葡萄牙人，講葡語同英語。布朗夫婦膝下無兒，非常喜愛辜鴻銘，將佢收為義子。1867年，辜鴻銘隨義父布朗回到蘇格蘭愛丁堡，臨行前，父親辜子雲命辜鴻銘喺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並告誡佢不論走到邊一度都唔好忘記自己係中國人。到咗蘇格蘭後，辜鴻銘被送入當地一所著名嘅中學學習。布朗先生對呢一位義子寄予好高嘅期望，花費好大嘅心血栽培佢。佢讓辜鴻銘喺課餘背誦歌德嘅長詩《浮士德》。辜鴻銘用咗半年多嘅時間，將整本《浮士德》背咗落嚟。布朗先至為佢講解詩歌嘅意思。學完《浮士德》之後，再學沙翁戲劇。唔到1年嘅時間，佢就將莎士比亞嘅37套戲劇都熟記於心。跟住，辜鴻銘開始涉獵散文，並開始閱讀布朗家中豐富嘅藏書。布朗曾經對辜鴻銘話：而家歐洲國家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但係歐洲各國同美國嘅學者卻都想學習中國。我希望你能夠學通中西，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嘅重任。1873年，辜鴻銘正式進入愛丁堡大學，專修西方文學，兼修拉丁文、希臘文。1877年，辜鴻銘21歲，以優異嘅成績畢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辜鴻銘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獲得土木工程文憑。之後又赴巴黎修讀法學，經過14年嘅歐洲遊學生活，天賦過人而且勤奮苦讀嘅辜鴻銘精通咗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等9種語言，獲得13個西洋博士學位。辜鴻銘對中華文化情有獨鍾，係中華文化堅定嘅捍衛者。
佢第一個將《論語》、《中庸》同《大學》翻譯成英文同德文，並著有《清流傳》，又名《中國嘅牛津運動》，以及《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嘅精神》。1913年，佢同印度詩人泰戈爾一齊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因此佢亦係中國第一個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嘅人。1880年，顧鴻銘返去故鄉檳城，後來被安排到新加坡為英殖民政府工作。喺嗰度，佢拜會咗清政府嘅洋務官員、語言學家馬建忠，兩人傾談3日。馬建忠建議佢應該學習唐宋八大家嘅作品，特別係唐代陸贽嘅文集。兩人嘅會面令顧鴻銘嘅思想發生咗重大變化。顧鴻銘後來回憶話，同馬建忠嘅晤談係佢一生中嘅一件大事，令自己再次變為一個中國人。顧鴻銘立即辭去英殖民政府嘅職務，搭第一班汽船返去檳城，又去香港開始學習中國語言文化。1885年，顧鴻銘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亦就係外文秘書，協助張之洞統籌洋務。工作之餘，顧鴻銘悉心研學經史子集，自號漢賓讀義者。1890年，張之洞籌建漢陽槍炮廠同武昌織布局，創設槍炮廠嘅一切計劃同佈置都係由顧鴻銘代為安排。顧鴻銘向張之洞推薦咗昔日萊比錫大學嘅同窗好友，時任德國著名嘅軍火生產商克魯伯工廠監督威廉福克斯。威廉接到張之洞嘅邀請之後，馬上啟程來華，擔任漢陽槍炮廠總辦。槍炮廠後來被易名為漢陽兵工廠，設備齊全，規模宏大，出品精良，管理嚴密，被譽為中國克魯伯。1893年，經顧鴻銘謀劃同擬稿，張之洞就請清政府欽准，喺武昌開辦咗自強學堂。呢一個係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國人自行創辦同管理嘅新式高等專門學堂。顧鴻銘任英語教習，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顧鴻銘曾經喺東交民巷使館區內嘅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入場收費2蚊，差唔多係京劇大師梅蘭芳嘅京戲票價嘅1倍，而且座無虛席，足見外國人對佢嘅追捧程度。當時喺西方有咁樣一句流行語，到中國可以唔睇紫禁城，但係唔可以唔睇顧鴻銘。佢越係維護中華文化，貶低西方人，嘲笑佢哋冇文化，西方人就越係佩服佢。我認為顧鴻銘主要係針對西方實證科學而言，包括達爾文嘅進化論。1921年，英國著名作家毛姆嚟北京嘅時候，特別要求拜訪顧鴻銘。接待佢嘅東道主表示會代為安排，送咗一張便條俾顧鴻銘，請佢前來。點知過咗幾日，顧鴻銘根本就冇理到佢。毛姆估計係有欠禮數，就親自寫咗一封極為恭敬嘅信求見。2個小時之後，就收到顧鴻銘嘅回覆，約佢第2日到府上見面。顧鴻銘見面嘅時候就話：你們國家嘅人只係同苦力同買辦打交道，以為每個中國人唔係苦力就係買辦。你哋以為我哋可以招之即來？顧鴻銘繼續毫不客氣咁話：你哋憑啲乜嘢相信你哋要比我哋高出一籌？喺藝術同學術上，你哋就勝過我哋？難道我哋嘅思想家不如你哋深刻？難道我哋嘅文明冇你哋嘅文明咁複雜、咁深奧、咁精細咩？一番說話講得毛姆頗為尷尬。有一次，顧鴻銘同外國友人見面嘅時候，正好喺度準備貢品祭祖，有人嘲笑話：咁樣做，你嘅祖先就能夠食到公桌上嘅飯菜啦咩？顧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哋喺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佢哋就能夠聞到花嘅香味啦咩？顧鴻銘喺《中國人嘅精神》一書裏邊寫住，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睇佢能夠生產點樣嘅人，點樣嘅男人同女人。佢批評嗰一啲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嘅傳教士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唔真正懂得中國人同中國語言。佢指出，要懂得真正嘅中國人同中國文明，嗰個人必須係深沉嘅、博大嘅同淳樸嘅。
因為中國人嘅性格同中國文明嘅三大特徵，正係深沉、博大同淳樸。此外，仲有靈敏。佢認為中國人過住孩子般嘅生活，一種心靈嘅生活。佢話中國文明係以禮來自我約束。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宗教係要人們做一個識禮嘅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就叫人愛之以禮。當時歐洲正處於一戰嘅炮火之中，顧鴻銘指出呢一場戰爭嘅道德根源就在於唔講禮義而純信強權。因此佢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先至係最偉大嘅文明，能夠將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嚟，能夠教化世界人民，係世界嘅希望。呢一個正係佢春秋大義要展示俾西方嘅精神。顧鴻銘雖然喺國外出世長大，返中國之後卻留起咗長辮子，仲頗以此為傲。佢因為對長袍、馬褂、辮子、立妾、纏足等清文化一如既往地堅持，被人稱為顧瘋子。顧鴻銘嘅日本友人薩摩雄次話：若有人問及辮子嘅事，顧就會搖頭晃腦咁話：呢一個係我嘅護照。教育家羅家倫喺北大上過顧鴻銘嘅英詩課，睇唔慣佢嘅辮子，對同學開玩笑咁話：有冇人想要立即出名？只要喺顧先生上樓梯嘅時候將佢條辮剪掉，明天中外報紙一定競相刊載。當然呢一個名冇人夠膽出。顧鴻銘嘅辮子實在礙眼，當梳住辮子嘅佢走入去教室嘅時候，學生們哄堂大笑，顧鴻銘就平靜咁回應話：我頭上嘅辮子係有形噶，你哋心中嘅辮子卻係無形噶。聽聞此言，狂傲嘅北大學生一片靜默。顧鴻銘雖然頑固，被貼上與封建殘餘沆瀣一氣嘅標籤，但佢從來都唔講一句死忠嘅說話。嗰年慈禧60大壽，到處懸燈結綵，將自動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席，並奏西樂，唱新編嘅愛國歌曲。顧鴻銘在座陪宴，忍唔住對兩湖書院院長梁鼎芬話：滿街都係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鼎芬話：要不你編一個試試？顧鴻銘諗咗一下話：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對袁世凱稱帝，佢亦同樣厭惡。袁世凱死後，佢請咗一個戲班子喺家中唱咗3日堂會嚟慶祝，可見佢並非真係如人們所說嘅保皇派。顧鴻銘嘅夫人淑姑係佢理想中嘅妻子，小腳、細腰、柳眉、溫柔、賢淑。佢同淑姑感情好好，從結婚嗰一日起，就將妻子嘅小腳視為珍寶。每當才思枯竭嘅時候，淑姑嘅小腳就能激發佢嘅靈感，以致文思如泉湧，下筆如有神。別人嘲笑佢巨來，佢就話唔怕老婆，仲有王法嘅。佢甚至曾經喺報紙上發文章話：我妻是湖南人，有極強烈嘅責任心。他不惜惡衣惡食，盡力轉折費用，以瞻仰我16口的家。我因此對他敬服而崇敬。朋友們竟多嘲笑我怕他，甚至遠過怕吳佩孚率全軍來臨。顧鴻銘嘅妾吉田貞子係日本鹿兒島嘅氏族，佢嘅父母到中國嚟做生意，音訊全無，貞子就隻身一人到中國尋找父母，冇諗到未揾到雙親，反而被拐賣到漢口嘅一家青樓做咗端茶嘅侍女。因為佢堅持唔肯接客，經常遭受到老鴇嘅打罵，日子非常艱難。顧鴻銘見到之後十分可憐佢，就幫佢贖咗身，又俾咗50兩銀佢作為路費。1個月之後，顧鴻銘喺路上又撞見貞子，佢一臉落寞，漫無目的咁喺街上遊蕩住。佢告訴顧鴻銘話揾唔到父母，路費亦都用完，而家無處可去。於是對貞子充滿憐憫之情嘅顧鴻銘，讓佢到自己家中暫時住下。返到屋企，淑姑知道咗貞子嘅遭遇，亦都好同情。就係咁樣，貞子做咗淑姑嘅貼身女僕。同貞子相處一段時間之後，淑姑覺得佢知書達理，對自己亦都好尊敬。於是佢同顧鴻銘講：我覺得貞子姑娘嘅人幾好，老爺不如納佢入房啦。顧鴻銘又驚又喜：你真係咁樣諗？淑姑話：
老爺唔係經常講一個茶壺要配幾個茶杯咩？喺屬孤嘅撮合底下，辜鴻銘迎娶咗呢一位異國嘅小妾。辜鴻銘嘅茶杯理論喺新文化運動風行嘅時期，自然為人詬病。對於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以及用白話代替古文嘅革命，辜鴻銘發表文章話：初回國嘅歐美留學生竟將世界古老文化喺一夜之間摧毀破壞。佢話古文為其再道，乃屬典雅之語，改革者們教人們淪為倫理之侏儒嘅文學，此為死文學。佢話最通俗嘅語言並不一定係最好㗎，正如莎士比亞作品嘅英文比現在流行嘅英語更為華美一樣，而中國經典亦都係比市井白話要典雅華麗。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激進嘅學生崇尚西化，宣揚進化論，視孔孟之道為迂腐，視忠義仁孝為愚蠢。辜鴻銘喺英文報紙《北華正報》發表文章，指北大學生係野蠻人，係暴徒，而招致攻擊。隨後佢從北大辭職。1936年，《國民週報》中刊登嘅《凌霄一事隨筆》一文中講到，在一次宴席上，辜鴻銘話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旁文就問佢係邊二人，佢話就係嚴復同林書。嚴復聽咗之後置若罔聞，林書就當場質問。辜鴻銘憤慨拍案話：自嚴復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書譯出茶花女為士，莘莘學子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儀。於是人欲橫流，而學說敗壞天下嘅唔係嚴林又係邊一個啊？聽者無從質辯。嚴復同林書與辜鴻銘同為福建人，同樣翻譯咗大量作品，被稱為福建三傑。唔同嘅係，嚴復同林書極力推崇西洋文化，輸入西方嘅進化論，係西學東漸；而辜鴻銘係輸出中國文化，東學西漸。當時受嚴復影響嘅文人就有胡適、魯迅、陳獨秀同毛澤東等。魯迅話：中國文化充滿咗瞞和騙，打開就係食人兩個字。仲喺《論語文改革》中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錢玄同、陳獨秀、趙元任等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應該拉丁化。一時之間，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嘅詞充斥住各類嘅報刊。辜鴻銘憂心新文化運動嘅主流學者們，所謂嘅有識之士們對傳統文化嘅摧毀，將使國家國人走向更深重嘅災難之中。佢嘅呢一種擔心，今日不幸全部言中。呢一啲理論被奉行無神論並反天反地嘅中共利用，並用嚟灌輸毒害住一代一代嘅中國人，以達至控制國人思想嘅目的。咁樣睇嚟，辜鴻銘先至係真正了解中華文化精髓嘅人。1928年4月30號，辜鴻銘喺北京逝世，享年72歲。